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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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坐下。下面还有人吗？没了，都被救出来了。芊芊，没事吧？你是三公主，你怎么？三公主救了你们。三公主，多谢你，三公主。多谢三公主，多谢三公主，多谢三公主。城主，陈芊芊先是因为私心毁掉了龙骨，今天又擅作主张的炸了福脉，我花园城的世代基业皆毁于他一人之手，请城主赐死陈芊芊。城主，龙骨和福脉关系到我花园城千年的气运，若是想要饶了陈芊芊的性命，除非花园城再降珍宝。大胆！城主，请顺应民意呀！城主，请赐死陈芊芊。求城主赐死陈芊芊，城主请赐陈芊芊死罪。城主，请赦免三公主，三公主有仁心，爱民如子啊！城主，请赦免三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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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。若想让陈芊芊脱罪，除非再降珍宝，弥补龙骨和福脉的缺憾，否则列祖列宗不得安息。有我在，别怕。这都说人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贼啊，等人走起运来，捡张废纸都能当钱使。云七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往下子。猛火油，猛火油，是猛火油，是猛火油。花园城立城之本是乌石矿不假，可这猛火油可比乌石矿更为金贵吧？是啊，这猛火油又称黑水，区区一方便胜斗金。照现在这情形来看，福脉之下，却有千秋万代的财富。是三公主冒死救人，感动先祖降下福祉。三公主挖出了黑水矿，天价黑水矿，要我花园城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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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他们叫你什么？三公主啊！往日众人唤你三公主，三分奚落，七分戏谑。可今日众人唤你三公主，三分臣服，七分敬畏。你当得起三公主？